線雌性 think 蜘蛛的蜘蛛絲黐住蜘蛛之住住住。Siri 係咪黐咗邊條線呢？梗係唔係啦，而係最新版本嘅 WhatsApp 支援 Siri 直接朗讀信息俾你聽，仲話埋俾你知信息嘅發送時間。合眼介紹了前膚色深深一公公嘅男人，入實驗室撳緊急掣，露齒咬牙而笑嘅表情，入食物實驗室撳10個 ABC。要開啟新功能就要講到關鍵字眼閱讀 WhatsApp。淨係講讀 WhatsApp 只會開啟程式，都知道大家平時冇乜點用噶啦。喺度同大家溫習一下 Siri 其他實用性較高嘅功能啦。揾 ATM， 揾緊 OK， 以下係我揾到嘅。call Uber 去銅鑼灣，亦可以喺9分鐘後為你提供一部7人車。更新 Facebook 狀態。你想講啲乜嘢呢？我好攰。呢個係新嘅 Facebook 狀態，可以發佈未呢？今日有冇太陽？今日冇太陽喎。開夜晚10點鬧鐘。OK， 我將個鬧鐘校咗喺夜晚10點。16乘24等於384。開 WiFi。WiFi 已經開咗。